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立法院在昨日司法以及法制甲经济委员会联合会议当中，初审通过了商议国家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草案。不过代志毋是遮简单，要讲到2030，咱国要这边做商议。但是国家语言有20种，那么商议是英语配什么语？佮讲国家竞争力就是英语真有利。那么菲律宾是安怎无伫亚洲摕第一？问题是满满是。今仔日咱请到学者专家来讨论。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台大外文系教授廖涵豪廖教授，大家好，主持人好。係第二位是咱大師大台灣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柯惠如，主持人好，大家好。咁第三位是政大附中商語教授杜依剔，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是來自新加坡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曾家英曾老師。大家好，主持人好。是，那麼呢，相信觀眾朋友對到商議呢，敢若真熟悉，但是對到商議政策嘅爭議到底是安怎？這就是我頭先講嘅。立法院咧審查到商議國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對到草案嘅名到詳細內容，攏無法度達成了共識。那麼到尾呢，會使講是條文全數保留，交由政黨來協商。那麼商議包括着國家語言甲國際語言這兩種。那麼學者有指出啦，若要增加國家的競爭力，除了學着國際語言之外，更較重要的是要認識着本土語言，才有法度向國際傳播在地有特色的文化。26國發會主委景明鑫審議商議國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商議所講的是國家語言甲國際語言，但是草案無對母語有詳細規劃，和部分立委口說是英語發展中心，落尾無達成共識，敢若通過第一章的章名，條文全部攏保留。有多少比重是放在母語？母語的部分，因為有另外的經費。好，那你這東西幹嘛叫雙語？你就叫英語推廣就好了。如果只是要推動英語而已，其實就回到原本我們英語普及、英語能力提升的整體的政策。你要含國家語言，還是不含國家語言？或者你只剩下國際語言發展中心？黃美華攏參囡仔講台語，伊講對母語家庭來講，無反對英語教學，不過愛參其他課程整體思考。咱是不是華語的時間愛甲伊減少？啊，無英語的時間要去倒位來？就是比如講，即馬台北市伊咧上雙語教育，伊攏甲一寡較適合來做浸水式的學科，比如講生活還是音樂，伊就提起用英語去教。商議政策希望增加國家的競爭力，但是母語團體指出，國際化的內涵是在地化，敢若學國際語言，卻對家己的本土語言無認識，是無法度達成目標。會當善用多種的國際語言來去教在地台灣的物件，講互外國人了解。愛學咱這個社區的在地語言先學會曉，了後再個學咱社區邊仔的語言，再個學其他誒更較寬、更較無共的這個其他語言，包含國際語言。商議國家政策爭議不斷，也有團體佇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建議停止政策。短3天，預計就達成目標。母語團體指出，台灣本正是多語社會，即馬社會較看重強勢語言，應該重新思考安怎佇重視本土語言的基礎之下，加強國際語言。記者郭文長隨台北報道。那麼首先呢，咱們有觀眾朋友來一個概念，我相信看到這新聞段吼，就會灑去。你平常時無咧接觸，敢若知影講囡仔英語還好，吼，即 better English、better Taiwan 安尼。但是事實上吼，咱今日1點鐘就是短的時間吼，互觀眾朋友先有一個興趣，然後理解講，這個甲你今日時勢，還是未來的台灣有啥物關係吼？頭一個要來請教到廖老師吼。廖老師，你若已經進行咗差不多年外，
吼，对着这个议题讨论吼，网络顶头啊，真侪人咧看恁迄个论坛所讲的这个代志。老师，你用情感性的这个方式吼，大家来知影讲，到底这个草案还是这个设置这个政策，出了什么问题？相异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来互咱观众朋友一个普通的一个理解。好啦，我用真简单的话来讲，咱即摆这个所谓讲2030的乡议政策啊，基本上是一个彻底空想啊，妄想啊，妄想啊，吼，因为一直无可能做到的。但是咱看一寡这个国际上已经有的这个社会类吼，就知影讲因做到什么地步，其实吼，你这因乡议推行愈程度愈悬的吼，你这竞争力愈低吼。咱举一个真简单的例，就是咱隔壁的菲律宾嘛。菲律宾，我看统计上平均来讲吼，英语一定比台湾好啦吼。但是伊的竞争力，也是讲咱这个国发会吼非常重视的这个国际移动力啦吼。这菲律宾的国际移动力上济互因的这个好处就是讲因会当去外国做回流啦。无啥物竞争力，无竞争力的问题是讲，咱重点画唔到吼。外国语言，不管是英语还是任何一种的外国语言，拢唔是竞争力的了个根本吼。伊会使讲锦上添花，但是无法度变做竞争力的根本。根本的竞争力是3项尔吼，知识吸收的能力吼，啊个这个批判思考的能力，能力。啊，甲即个想象创造的能力，创造力啦，吼，这3项才是真正即个竞争力。但是这3项拢爱依靠一个真正精熟吼，熟练啦，吼，真正熟练的本国的语言啦，吼，你爱靠这个语言来思考，哦，来吸收新的知识，来搁进一步来发挥你的创造力。你若无真正精熟哦，还是讲熟练的这个本国语言，是无竞争力可言啦。所以老师哈，我补充一个例啦，像日本啦哈，日本的英语应该是咱亚洲的尾大班啦吼，但是伊的经济、科技、甲文化的实力，应该是咱全球数一数二的。是，我甲老师吼小做一个整理吼，就是老师第一个论点就是讲吼。乡议吼，无迄个头壳内面吼，拄啊两道线吼，踮咧行的啦。基本人的脑吼，应该是一个为主，一个为强。对。吼，啊，这个主是你家己的母语也好，还是讲你家己较精熟的这个语言来做主。哦，这头一个。吼，啊，老师头拄举了菲律宾也好，日本哦，两个极端的这个例啦。吼，虽然我们来请教着吼，柯主任吼。对着这个政策，咱来看，这个图表顶头吼，乡议国家政策，我是安怎甲这画起呢？伊这本队吼，2019的时阵吼，本来是国家政策吼，这内面吼，本来是有国家政策啦，啊，结果即摆甲国家吼，伊就是看着阮迄个论坛啦，论坛以后再去改，甲收起来吼。但是内容都无改，内容都无改，啊，这嘛真趣味吼。老师你安怎看待这？你敢有认同老师他都廖老师所讲的这个代志？我一部分是有认同的吼，因为廖老师有讲着讲竞争力吼，其实是爱伫个你家己本身的这个本土的语言能力爱强啦。这点我是认同的，而且廖老师嘛有讲着这个创作力吼，但是台湾是安怎这个政策叫做双语政策，去互大家批评家，就是这个政策要杀出来的时阵。我相信是要杀出来的时阵，咧杀的这个人也是这寡人，伊的想法就是台湾就是敢若一种语言嘛，啊，迄就是中文嘛，吼啊，但是台湾明明阁有其他的语言啊，像咱即摆一直咧杀的国家语言的发展，迄是咱台湾本来就有的语言。我看这内面，敢若国家语言就20个呢。对。啊，这是咱有的语言，只是讲因为过去中文伤过强势，即寡语言就渐渐啊困去啊，困去啊。但是伊个伫个啊，英文无共款啊，英语是外来的语言，所以我感觉讲台湾若讲要双语，安尼你上无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本土语言。
啊，本土语言其实上主要还佫是台语啦，吼，伊是过去的共同语，伊毋是毋讲特定族群的语言。lingua franca 吼。对，伊是 lingua franca。啊，但是咧，其实即马即个时代吼，你讲英文敢无重要？英文是要紧的代志，只是讲英文袂当摕来做竞争力唯一，也是讲比重遐尼重吼。啊，但是英文是要紧的啊，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政策，伊无伊的问题第一是双语即个名称吼爱改，过来就是讲伊即个政策的规模吼，还是讲伊的即个思考吼，其实颠倒是爱甲即摆因做本土语言的即个思考，应该是爱甲伊交换才对。本土语言是台湾本来就有的语言，咱应该互伊转来到咱的生活中。啊，英语是一个咱作为上要紧的外国语言，吼啊，但是即摆变做是，伊即个政策变做是讲，哦，所有的部会拢爱有一寡即个 KPI 吼，因拢爱做一寡代志出来。啊，但是本土语言煞家己囥伫个文化部甲教育部咧做。啊，我感觉颠倒是应该本土语言爱全面去转来到咱的生活来。啊，是安怎需要转来到咱的生活来？吼，当然就是甲竞争力是有关系哦。拄仔廖老师有讲着讲创作力，吼啊，咱的语言愈多元，咱的文化愈多元，咱的思考就愈多元。但是即个多元，毋是讲我去遮学摕一个别国的语言，遐摕一个别国的语言，迄毋是咱的物件。你无可能讲，你免讲30年、50年、100年嘛学袂起，因为迄毋是咱的物件。所以咱甲咱的物件摕转来，互咱变做真正多元的社会。多元毋是一个口号尔。吼，我搁讲一件代志就好，就是我旧年的时阵。我有上一门课，还是通识课。通识课意思就是讲，哦，啥物系学生拢有，啥物背景学生拢有，人外国学生，伊迄门课是用英文上课的。我就问学生讲，你认为台湾是单语国家、双语国家，还是多语国家？啊，我连问了有印的学生，差不多共时间的印嘛。足趣味的一件代志，所有印的。因多语国家拢是台湾学生，所有外国学生拢讲单语国家。所以我就问即个外国学生讲单语国家安尼是啥物语言？伊就讲当然嘛是中文。伊讲来台湾进前，伊根本就毋知影台湾有其他的语言。啊，我问即个讲是多语国家的台湾学生讲，安尼你甲我讲，你过去一礼拜以来，你讲中文以外的语言超过10分钟的是啥物语言？啥物时阵？竟然无人印得出来。就是讲，即马咱大家敢若讲，定定咧讲啊，咱台湾是多元，有多元的文化，有多种语言。但实际上，咱咧实践的拢是单语，好，所以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咱应该甲台湾的多元的语言甲文化，互伊实际上转来甲咱的生活。所以老师，这听起来甲廖老师这个观点并无冲突咯，只是咧甲扩大这个定义，啊，通过做资源充分的分配啊，吼。但是咱来看。教学的现场，而且是实践的结果是安怎吼？所以我要请教着杜老师。杜老师，你也有伫教学现场咧教这个双语，你家己的经验呢？囡仔学这个双语的结果，还是讲你咧教学的时间，甚至是师资的问题，你感觉？起码就是我现在是用中文讲，这样凸显一些双语的那个，就显然台语是很重要的。但因为我起码做。是双语计划，是，所以我自然会比较 prefer bilingual 这个 policy。是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时台湾怎么被保住的？应该是美国嘛。那在这个状况下，语言作为一个竞争力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语言或文化霸权上，我们倾向把英文拿过来，当做我们的一个怎么讲 weapon 都好。但是今天我因为是双语老师嘛，那教育部的政策我是比较主张看它的好处。那它的好处在个人上，当然多语能力对脑袋的、对学生的这种所谓的智能开发是有它的好处啦。所以老师，你有感受到个囡仔来受你的这个课的时阵，是有进步啊，而且较多元性较多。其实学生是安尼啦，老师怎么教？学生通常就是我们讲说按那修嘛，啊，但是我先讲双语有好处，就是说对个人是有好处的。我来澳洲，我今年去澳洲读博士的时阵啊，喺澳洲的我的 professor 就讲吼，恁起码阮一个算是他们带当地那个 symposium，
有讲你看这些亚洲的学生来湾家读我们的学位 degree， 英语也讲日语，会讲中文，像 EJ 我讲中文，他就说，当他今嘛来讲英文，他们就具备这种所谓的语言竞争力。他就是跟他们澳洲学生这样说。所以这个有回到一个所谓个人上，每一个人都有法度去到昆士兰去读。所以今嘛还有另外就是讲，咱各个国家敢是要来培养个拢会晓去昆士兰。所以今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咧讲竞争力是上面艺术，一种是国际的移动力、国际的沟通力，累积你的语言技术可以跟国际做一个这个什么所谓的 communication 嘛。但是 local 来讲，我讲 taxi driver， 你也要讲英文。可能观光客来，采取局部性的，但是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我觉得回到一个比较 serious， 就是讲吼，我今嘛讲台湾跟对岸可能安怎嘛？是。我想象可能是讲，如果你在这些语言或文化部分比较能做到一个开放的，越来越多的英文系国家相关，他愿意过来这边工作、移民，甚至高教。毕业愿意留在这里，可能嘛是对我们是保护啦。我的意思是讲，其实到后面，他双语政策拢有一个 yes 或 no， yes 的人通常会说为什么同意，不同意的人他就有很多他的看法。但是我同意2个教授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觉得在可能那个所谓的官方语言、多语，还有所谓的竞争力这种部分，他们观点我其实。也是蛮认同的。来，我先和廖老师小插播一下吼。我今仔日本来有课啦，我倒来啦。我起码感觉我好佳哉，我有来啦。老师，你请讲。较感性。第一点吼，政策袂使看个人啦，政策爱看社会。我即摆这政策推行落去，对社会总体的好处是啥？唔是讲对个人的好处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国际这个移动力，你若需要未来。即马科技的发展已经会使，互你讲，差不多是讲你每一款的移动力。老师意思手机啊摕落头。手机啊摕，手机啊摕咧，网页嘛咧 ，Google Translate 个点落去，个试落去拢翻译好啊。不管你是俄罗斯的文还是讲阿拉伯的文，拢试落去都好啊。你若有需要有外文、国外文，即马 Google Translate 吼。Google 伊发明，即摆咧研发一种叫做 Google 叫做 Translatron， 即款软体加装置啦吼。即款装置是同步的同步的这语言之间的翻译。所以讲我即摆来挂迄个装置以后，你用日文甲我讲，你用日文讲，我随差不多1秒钟、半秒钟，我就听到。所以讲，对，所以讲。其实10年以来都无需要学外语啊，除非像我这款啊，我这款研究文学的、研究哲学的研究这个翻译的，外交官，我无咧担心啦，我较关心的是咱整个社会前途另外就是说，就是讲，即摆咱大家拢讲双语啊，对咱偌好拄偌好啦新加坡45年前就做一个研究，叫做5 report 吴氏姓吴的人做的这个报告，伊讲45年前1978伊讲无可能啦，一个人会当讲2种语言拢足熟练的这种可能性是0 唔是0啦，像我这款就使啦，真少数的人啦，真少数的人所以讲新加坡的1978的放杀伊本来的双语拢好的每一个人拢爱双语拢好的这政策放杀。自迄个时间以后，就变做讲独尊英语。你这母语，不管是华语还是马来文，还是这个塔米尔，变做撩鼻一角啦，凊彩学啦，无啥有人咧学啦。所以即马新加坡的这华人的家庭已经是71%咧讲英文啦，无咧厝拢无咧讲任何的华语啊，71%。所以讲，这个李显龙李显龙你推行讲华语40周年的时阵。伊讲惨啊！咱即摆中文的华语的优势已经失去了，已经无法度，伊是想讲要逆转啦，但是无法度啦。你一个语言失去以后，就转袂过来。
老师讲的较悲观吼啊，但是不，这是真正，新加坡就是这款的情形啊。这个柯老师头早更较担心的是讲，那这个资源的摆脱了后，唔那是华语的死，连台语啊、颠倒啊，台语生死，台语一定生死，台语就要生死。但是咧，科技会当救咱所有的这个武器。哦，这咱另外一趴来讲啊，但是一线顶吼，拄好就是新加坡的曾老师、曾教授，是。他早上吼，你有听到咱廖老师咧讲吼，新加坡这个双语政策吼，即马现主是真济华人的家庭内面吼，70%拢无法度讲华语啊吼。啊，到底这个双语的这个情形，你所知的啊，所以是你看见的是安怎？你讲互咱听。基本上啊，新加坡的情形啊，甲台湾无相啊。新加坡这个高市报告啊，一时是迄个震动。甲迄个震动斗争，伊家己嗰时伊是头前的副总理啊，伊人就是家己的背景，可能就是对这个多语言是无办法熟悉，所以伊可能推行的时阵哦，是推行伊家己可能比较comfort 比较熟悉的一个做法啦，就是因为伊家己是英文教育嘅，所以就新加坡伊个背景嘅是真侪人哦，头前是无讲华语嘅，新加坡本来华语嘅就是华人啊，真侪是讲福建话、潮州话啦，简单话，华语是后来通过迄个学校教授，所以讲华语嘅人咧是较少啦，头前是较少，所以换去讲双语嘅时阵哦，就是一种毫不语，因为政府是爱这华人就是学这华语，但是伊本身伊出来是无讲嘅。所以叫伊是应该是叫伊学一个新的语言，所以伊学这华语的程度就是伯伦顿，搞我讲福建一样的伯伦顿啊。另外就是因为本来有这殖民嘅历史，所以伊个精英拢是讲英文，伊个政府啦，伊个生意拢是讲英文的，所以就是伊个环境咧，就是变成你讲英文咧，你就有一个你家己个人啊，就有竞争力，所以就真侪人就伊本来的即个马来语啦，马来语保拢好啦，伊就出来卖讲就学即个英文就想学好英文就好了。所以就可能我去中文可能清楚淡薄，所以基本上因为大家对华语本来那个社会对华语的熟悉度不是很深，所以说他就是转去英文，因为英文有这个社会地位，有一些就是对于就业对于这个商机会有一些帮助，所以说就是变成这种其他语言的流失。可是那个环境跟台湾相当不一样。那另外就是说也有一些就是当时推行的时候也有一些就阶级的这种成分在，觉得说如果讲英文的话，它其实是代表的一种社会比较精英的这种地位，所以就有更多人可能更希望学英文而放弃其他的语言。所以曾老师他都也讲到这项代志吼，因为这个推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产生了阶级的问题，产生了资源摆脱伫处理，大家会感觉讲，我同时间我来讲两种这个 energy 爱 saving 所以我来变做我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本来的这个语言，福建话也好，潮州话也好，台湾的话也好，啥拢变做普普。曾老师，我补充淡薄，补充一句就是这同时就是我们在这个双语制度推行的时候，它其实也包括一种政党的斗争，就是说当时很多就是可能讲福建话，他的这些工作阶层，他
他还要讲华语，他可能会比较支持当时那个行动党的对手，所以行动党他要就是断了这个他对手这个的一些政治支持，就把整个这个教育制度给改变了，所以又变成这个华校被这个并入这个国家制度，然后南洋大学被那个关闭，跟这些都有关。好，老师你先等一下哈，我先让徐老师先讲一下，来，请。好，对英语哈，我拄仔个顺两位老师的这个话哈，就是英语甲竞争力不是绝对的，但是英语其实有需要啦哈。所以即马咧台湾英语好的人，拢是像廖老师这种这么优秀的人。但是咱即马希望讲英语是不是会当较普及的哈？我感觉这是好的方向，只是讲即马这个政策做一个伤过超价，我嘛毋知是政策的问题，还是咧执行的问题吼。因为咱讲着讲，即个咱要国际化。好虽然讲大家会当讲靠 AI 靠什么迄个翻译的软体等等，但是以大家即马的即个经验来看，那有人你一开始的记者，但是简单的记者，你是甲人甲机器，你甲倒一个较好？机器应该是较人应该是较优先的嘛吼。所以咱无需要讲互大家拢变做英文的什么。英文讲甲偌好，拄偌好，但是伊袂当加英文。减优先。因袂当加英文，因为英文是伊会当行出去的一个关键，一个锁匙。但是咱无需要互伊变做英文的 native speaker。伊要嘛无可能。对，伊要国际化，伊需要英文做迄个锁匙，毋对，伊当行出去。但是无需要讲为着互伊行出去，看遮尔侪资源。他当然。这个曾老师所讲的，你感觉新加坡失败是因为什么？因为迄个华语，因为华语毋是因的语言，伊即马迄阵变做华语甲英文两个拢毋是因的语言，伊在地的语言。所以变做伊才会讲bilingual是无可能的，但是咱明明就有看到，咱是毋是真形象迄种，伊个老爸老母是无共母语的吼，主动切换安尼。对啊，那有无可能？有可能啊，但是你的环境内面就是爱有啊。台湾台湾过去无中文，但是中文即马足强势，你要甲伊赶嘛，无可嘛赶袂走吼。安尼逐个咱就接受即个现实，讲咱中文拢会当讲，会当思考。但是另外一个会当互咱转来转去，是咱的本土语言，是即个咱的本土语言才会当创造真正的双语环境，安尼才会互咱的即个思考会较活。用即种较活的能力，咱摕去学其他的语言嘛会较紧。是，来廖老师，我是完全赞同讲，咱的双语吼，爱放在咱台湾的即个语境来考虑啦吼。是，台湾内，比如我即马母语是。好多话我讲中文吼，嘛会晓。这是双语的真正意义啦哈。但是呢，我是认为讲英语互咱走行出去的这款的能力吼，你未来10年起来都无需要啦。我的意思是讲，你即马学英语是要学到偌济，学到什么程度，才有这个能力，甲人做真精密的沟通啦。无，老师他的意思是讲，袂惊安尼就好。对，你到时你有这款的 translator 这款的，根本就无需要惊嘛。你讲你的母语就好，讲你家己国家的话就会使啊。哪有需要英文？英文你未来会继续来教啦，但是伊教的对象是应该是讲，比如讲我这国中开始吼，每一个礼拜2小时3小时吼，即摆有兴趣的人继续去读，吼。要未来要做像无必要变做全国变做英语补习班啦，无必要变做补习班，嘛无必要讲每一个人英语拢会通啦，因为大部分的人拢住咧台湾，吼，伊无啥机会去甲人用真济外语来沟通啦，吼，所以讲你有迄款装置以后畅行无阻，你世界行拢无问题啦，这是第一点啦，吼。第二点就是拄才曾教授讲的吼。其实，我拄则讲，这新加坡人有1%的华人伫厝的，71%的华人伫厝的，无讲任何一种的华语。我拄则是安尼讲的吼。我的意思是讲，你若本身你本来你也福建话是讲，你也海南话、客话的时阵，你来学华语是较简单、较轻松的吼。等甲你这用消灭以后，你来学华语就是敢若学一个外国话啊啦，吼。
啊，伊即马你讲由当初的这个政策，就是讲要消灭母语啦，伊是要消灭这个母语啊。再来讲鼓励讲大家来讲华语，其实鼓励讲华语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目的是来消灭母语，就像咱拄则咧钟教授咧讲的，伊就是要消灭伊的反对势力啊，反对势力啊。啊，但是伊即马消灭母语，消灭到各种的这个母语以后，吼，讲华语自然是变做无可能啊。尤其是新加坡的定位是讲，英语是工商实力、工商实力，啊，母语是文化传承。一个硬的，一个软的，嘿。大家拢对文化传承无兴趣。有头食真假实在。对，啊，所以讲即马新加坡的这情形其实是非常的凄惨啦。是。英语嘛无讲真好啦，哦，普遍来讲无讲，除非阮出生就咧讲英语款的家庭，像李显龙这款的哦。较顶层。对啊，较顶层，所以迄阶级的迄分化是真明显的。啊，中有一大部分的人英语拢破呢吼，华语也是讲其他这母语拢倒国啊，足严重的，是。所以讲这款人民较好统治是有影啦。无时刻其实就是说你有没有双语或任何的社会用语会有阶级啦。那另外就是说，其实语言就英文来讲，我们应该是把它当作是外来语，就是说第二语言以外的啦，这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推动双语教育就丧失了对母语，因为它本来科研就有人说，你的早期生命史会决定你的第一母语嘛。那在台湾显然多数人都是中文的啦。那因为我今天来刚好也是比较谈双语，比较 pro 那个支持那个部分，我也只能谈学校目前发生的状况了。是。应该教育部要稍微感谢我一下，说今天我来帮忙把它 detail 讲清楚，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教育部目前基本上吼，廖老师甲柯老师因并无反对讲学校内面咧教双语、英语教学，所以基本上是无反对。起码把教育部扣零他在论述或是介绍那个新历性没有讲清楚，把它稍微迅速讲清楚。是，其实基本上在职老师都我们在做真人班呐，退休老师之后新进老师。基本上全国特别双北一直在聘双语老师啊。其实双语到后面它是一个老师的能力问题，我们不会说把什么，比如说数学课上得像英文课，这完全是跟数学老师本身他对语言的理解有关系。那实际上双语教育在目前教育部可能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的是，其实双语上课它是在上一个跨领域的素养导向的这种教学的技术。这跟以往的考试引导教学，英语咧教体育嘛，我用双语的思维跟策略在教体育、教数学、教物理。为什么要安尼做呢？主要原因是，你看迄物理做这物件是英文过来，数学或者是生物来讲 metabolism， 我们早期过去的数十年，你看到所有各个老师他都是上翻译过的那个字。结果我往往发现，在本国或国际上，你刚才谈那个字的时候，你发觉沙博，所以我觉得这是信誉度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就教育端来讲，在上双语的时候，要跟大众、家长或是有些词，就是说，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在谈的课时英文跟专业英文，目前慢慢已经进到专业英文的部分，就是说，可能是双语老师他如果要展现他的专业知能的时候。是在所谓的 terminology 那个术语跟那个关键字是用英文去，因为它是本来是那个 English country 过来的嘛，所以那部分去双语是合理的。是，所以学校教育以外的，我们真正的挑战还是在说，在非学校基底之下，他真的要做双语吗？那这个就回到一个政府的大战略的问题了。这个就可能教授们也有一些想法说，老师你听起来你嘛是。有限制性的战斗，我是条件式的，觉得他在操作学校端的双语教育要做得更专业，更考虑到老师的生命史、学生的接受度，实际上家长跟学生，这都不是这样的十几页 PPT 的对，这另外的问题啊，对。我讲第一件代志就是讲，你即摆教学的时阵来用其他的语言来教学的时阵，你国语自然你的程度会变愈来愈低啦。你若你教室内面无咧用，你变做一个口语嘛，真简单嘛。
你越阅读的能力愈来愈强吼。所以讲这双语的政策来会去摧毁掉这个本国语言。也是迄资源败退的。时间的问题嘛。你课室内面无你用，新闻大内面的教室内面无你用啊，你就变成讲越来越生疏嘛，越来越较不晓讲嘛。你不要讲讨论正式的代志嘛，正式的议题拢不要讨论啦。你若拢用英文咧讨论，对嘛？另外一点吼，咱拢无咧讨论啦。进前咱拢咧讨论讲语言的受到影响嘛吼。另外一点更较重要，偏重要的是知识本土化的问题啦。吼，你即摆呢？知识本土化的问题，啊，佮这个专业知识的学习的问题，吼。你即摆咧，咱这我有一个朋友囡仔咧，这个双语学校咧读书，私立的，伊个老师数学的专业真好，英文真惨，啊，学生就听无啦，就这么简单的。所以讲，你老师若英文无好的时候，你来教用英文来教这专业科目的时候，灾难大灾难，这香港跟新加坡拢有前例啊啦，有潜力啦吼，前例。另外就是讲知识本土化，你这专业的名词拢用英语来讲的时阵，你都唔知影讲用中文要安怎讲，对吧？用母语安怎讲？像我中文我知影安怎讲，我好多话就知影安怎讲。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我知影讲后现代主义。你若讲 postmodernism， 你英文你要讲 postmodernism 嘛 ，you know 啊，所以讲另外一个吼，我感觉这么上奇怪一个现象，就是讲素养的课用英文来教，咱英国来改课纲的时阵，一直咧强调讲咱即摆拢咧考试，拢无素养的课对，即摆素养课英文去教的时阵，会去教出什么结果来？你素养拢无去啊嘛？我有看一个咧做示范的这个影片内面，一个音乐的老师，伊咧开始的时候，我问讲贝多芬啊 ，What year was he born? Was he born? In what year was he born? He like, I mean, this 这不是我的口音啦哦，这是伊的口音啊。伊问差不多7遍啊8遍，无人回答啦哦。你安尼甲教落去，就变做讲你教学的这内容就被稀释嘛，稀释去啊嘛，对唔？这老师愈教愈少。每一个老师的素质颠倒会变做一个问题，杜老师是不是有代志？大部分拢有问题了。现在就是说，刚好我在大学端也是双语学分班跟证照的授课讲师啦。是。我们确实有注意到教育现场老师，我就说这是老师的生命史。但是新一批的双语老师，他应该不会有这样问题，因为那是经过师大等非常优秀、优质的双语机构去训练。老师的问题是学生的问题，听无。没啦，我今麦讲你啦。我完全同意教授讲的。你这个问题讲7遍吼，都已经去减少其他的内容的这个教学的时间啊，敢不是？其实对，你用中文一句就问好啊。其实这就回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在谈下一升学主义跟现在所谓的教育部的素养导向。其实以双语教育的机会是说，我们的英文教育在听读写的以外是没有 spoken communication 的。这个时候我们反而用这个是说，它是可以 apply 到 real situation。所以这考验是老师端的，我还是要强调，是考验老师端他对双语的理解，他不是全部都要用双语哦。我刚才已经讲说，像 professional language EAP 嘛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在该我相信，廖老师所讲的说，每一个学生都爱接受这种教育的时阵，迄就是变做一个灾难。郭老师，你有认为这是吗？我认为讲，英语吼，上英语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互台湾人为中文的单语环境解放出来，就是讲咱袂干那接受中文的物件。但是，即摆即种做法，确实就像廖老师讲，安尼你咧教学的时阵，迄个教学的迄个效果是会减分的。但是对我来讲，我认为即个拄啊陶老师咧讲的即寡代志，明明就是会当用本土语言来教，因为迄老师即摆足侪老师，你看。特别是中年以上的老师，伊明明就是拢足有本土语言的口语能力啊！即马颠倒把即个本土语言当做一节课，一礼拜就40分钟、50分钟咧教，安尼就唔对啊！应该是互本土语言转来到环境内面，伊甚至是会当做教学语言的。
啊，英语咧，英语是爱提升，因为咱拄仔讲嘅英语变做是家己的语言，我感觉唔对啊。咱就是爱互伊唔是家己的语言，但是唔是用这种方法去牺牲学生的这个教学的这个效果等等，伊会当转来到环境内面。就算讲伫咧小学内面，我感觉是 OK 的，但是伊就是卖用这个遮尔侪课拢爱用英文来上。你反正是，譬如讲伊增加英文课的时间，也是讲增加一寡英文的活动，而且这政策应该是有阶段性，吼，5年是安尼做，可能5年以后，大家英文较惯势啊，我再加一门课，譬如讲音乐课、这体育课。听起来真复杂啊，去吼。对。这就爱慢慢来铺排啊，整个意见来统合起来吼。我相信也真困难哦。嘿，老师。我会感觉啥咧吼？就咱拄则咱考教是讲，咱学英文的这个目的是要互咱对这中文单一语言的环境来敢若挣脱出来吼。但是咱嘛是去学原住民的语言啊，吼，有客话啊，对唔？这个当咱将咱对这个中文单一语言的这个霸权中间来挣脱出来啊，无一定爱英文啊，是唔？啊，英文这个口语的能力，你未来10年以来就无需要啦，真正是无需要。所以咱加了迄时间去学遐济英文的目的是啥个？咱即摆已经够济啊，英文已经学甲真济啊，吼，已经做一科来考对唔？啊，这科来决定足侪人的命运嘞。我这样听下廖老师本土语言嘛，袂歹哦，应该加入咱台湾的吼，来做这个以台语教，这个台语的教什么的？我用台语来教什么科拢无问题啦。是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讲，咱若重视着咱的台湾的多元语言的这个环境的时阵吼，咱就一定爱重视讲咱科技的发展。咱大家拢唔知影讲什么科技发展的趋势已经到什么地步啊？是啊，咱大部分这政策制定的人啊，跟咱真侪这学者吼，伊拢咧过去吼，过去了坐恁拢，啊，活咧过去坐恁拢，唔知影讲向前看。咱的政策的这个规划一定爱这个甲咱这个现实爱会当呼应，啊，会当看到未来的发展。是。啊，未来发展就是科技，啊，科技即摆已经发展到讲，我相信5年到10年以来，这 Translatron 这款的科技吼，即摆 Microsoft 微软嘛咧发展，百度嘛咧发展，啊，唔知影入死水手，啊，可能嘛3分到4分天下啦。但是这一定是未来的趋势，5年到10，伊这已经真成熟啊。所以你讲，你去这个网络顶头查看卖 Translatron， 伊有这个说明个是啊音档。互你听，伊是已经成熟到到什么地步？你知？伊即马会使讲，这个翻译的表达吼，真正正确。啊，伊这个翻译的这个时间差吼，真对吼。啊，最重要是，伊连甲你的音色、甲你的口气，拢会使翻译出来。腔口拢知影。腔口，若是讲你今仔真生气，啊，我听就知影讲你真生气。啊，你若甲他加塞来，我嘛听得出来。我免看你，我就知。我爱是爱留机会吼，咱线顶的曾老师吼，曾老师，歹势，曾老师，我要请教曾老师吼，即摆现主时新加坡对着这个语言政策，敢有啥物反省，或者是做啥物改变，通好来挽救，或者是讲无感觉这是一个问题，要继续安尼落去。你所知，还是说你体会，还是你感见的，郑老师？所以新加坡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我的体会是它是一种程度。刚刚那位老师讲到，就是说它程度的问题。一般你交谈，你可能不需要那么深的英文，你可能也不需要那么深的华文，就一般的交谈。所以说如果你要看，可能要了解，在新加坡可能是要更了解说，我们学这个不同语言要到什么程度？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学术用语，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律师，每一条这样子去很细的去看。一般人你可能沟通或者有要接待就是旅客、外宾等等，就到某个程度就够了。所以可能在我们就是在可能每一个不同的这个
学校不同的级别，他教语言的这个程度都有差了，所以变成说你可能一般你高中毕业的话，他一般交谈是没有问题，可是你要他去用华文或马来文去做一些就是法律上的一些文书，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那英文他现在是有这垄断这个地位，就是因为它是有这种历史脉络下来，这个可能不会改。所以说可能如果跟台湾做个比较的话，就是可能想说你们如果要做一些英语其他，那你程度到哪里？你教学在哪一个级别？就学校的级别要教到什么一个程度？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就是上手，而不是说要每个人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那个可能很困难。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就已经像之前讨论过，就用这个人工智慧代替。是，那庄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请教，现在新加坡的状态，他们并不认为那么华语的这个本土语言，比如说福建话，譬如讲这个潮州话，慢慢消失，甚至华语也消失，无认为是一个危机无要来做处理吗？你要看是问啥人啦，因为就是可能就是关注老一辈人，就感觉就是有这个断层，无法度甲迄个老一辈人沟通啊。另外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文化传承，伊就希望这华文啦、马来语流失是这个很可惜的事情，需要去保留，刻意去保留。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要追回是很困难的，所以是有一些人意识到，官方他有时候会谈，可是他怎么样在政策上去实施，可能那个力度并不是很强。是，好，谢谢庄老师。那么我要请教德老师是，咱就知影讲这个双语的这个实验咱一直咧讲新加坡双语的实验已经变作安尼，但是恁在某种程度，恁是对着某部分的人咧做这个双语的这个教学。那长处以下，那教育部即马现主时，你有看到这个双语的这个政策当中，对恁的影响，尤其你头仔讲的，恁拢大部分拢是针对着披萨，针对着素养咧做教学。那长处以下，那其他的人你有赞成安尼来做吗？现场的不是双语进来的老师，因为生命史，一波这类 spoken language， 没有这种我们讲的课式英文或是专业英文的这种训练。是。那因为我刚好本身就具备本科跟英文的这个职能，所以我很理解两边的理论跟怎么授课，跟他心理操作性，大概是这个情况。当然，其实还是要回到，就是说，英文是不是现在的全世界的一个霸权语言？它是啊。所以我们在想的是，我觉得这边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要提出一个观点，可能就是说，为什么要双语这件事情，就是人出得去，货进得来嘛。所以在双向性之下的意思是说，可能英美英文系国家来讲，在它是一个文化霸权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跟他学好的东西。那另外一个相对来讲，为什么中文老师要双语授课？因为他要聊，我们要卖我们东西给国外啊。他们不懂我们中文这么困难的语言，那自然双语课就变成他在一个大战略之下是要这样，而不是光为了一个个体的什么智力啊，或是我们语言技术好会有什么机会，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这也是当初国发会以上，他们这样去思考的。所以这个信息度是说，老师，我承认老师，因为在这种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之下，所以我们现在教育部或者是学校。我在做推广的时候，我的推荐的 advice 都是说，学科老师要赶进度没有问题，那可能你可以在段考之后实验一些双语的课程嘛，也不会赶到进度，不会影响到你的进度，或者是在所谓的那种素养导向之下，我们鼓励学生多 speaking， 在一个 real situation 啊，是可以做这样的 engage。所以杜老师你在学校里面的角色嘛，真小可研究呢吼。那为了考试啊，你就会留时间哦，因去安装。因为金马好心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是跟过去的学生，他们是他们的还是面对升学这一块嘛。可是这跟我们现在教育部的素养导向又有点冲突。所以这某种程度来代表讲，目前这个政策啊，佫是一个研究模糊的这个状态之下。金马喜功，我的经验是过去的3年，因为真人，因为对话。
像教授这么专业，可是经过这样对话之后，大概会找出一个比较 workable、feasible 的现场教学的方式。现在其实师大或者是很多双语中心，他们都有找出一个台湾式双语。这我都爱请教柯老师，柯老师您好嘛是算作是顶代吼，顶代内面爱推行这个双语的。这目前是时代，即摆是啥物情形？好，其实吼，即摆来拢讲双语大学全英语授课，啊，就会听起来敢若讲哦，所以即间学校变做所有的课拢是英文咧上课。某种补习班的感觉。对啊，其实毋是安尼吼，其实阮即摆咧做，就是学生是有选择的，就是讲每一个系伊一部分的课吼，差不多20%、30%，反正毋是讲足多的吼，20%、30%。啊，学校的目标是讲嘛是一部分的学生，啊，伊即寡学生伊的一部分的课是以上即个全英语上课的课安尼，所以伊其他还阁是伊无啥改变，就是讲即摆是有提供一个选择。所以名称是真百，但是实际上都部分。对，因为就是讲，迄是我感觉安尼做是会当的，其实是会当的。啊，阮的学生安尼经过2年，我听到学生的反应其实是袂歹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这是算排名较头前的大学。老师，你是书呆呢？对，是排名较头前的学校，代嘛有。吼，啊，即寡学生因有需要，而且无人甲伊逼讲你一定爱上，但小学无共啊，小学生无通去选择啊。吼，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政策，英语的政策爱做甲较有路，而且爱加足有路的。因为英语毕竟毋是咱的语言，但是咱爱甲目标想好清楚，到底伊的目标是啥？敢要是大家拢足够讲的，还是讲，互大家讲会当透过英语，伊会当搁去吸收搁较侪知识，还是至少互伊袂惊讲哦，我看到这个英语的这个说明书。沙布障哈。就安尼尔，吼，所以看你的目标是啥，爱分好清楚。但是看起来就是讲，敢若就是一个压落去讲啊，大家200302，大家拢变做会晓讲英文，啊好欢喜的人有足侪期待，到时伊会落空，啊烦恼的人搁烦恼加。但实际上伊会当甲伊讲甲较有路的，啊，搁来就是讲伊即个资源确实会去摆掉迄个本土语言。吼，咱拄仔咧讨论拢一直袂记本土语言，我一直爱把伊扭转来吼。本土语言是咱台湾最要紧的物件，伊毋若是干那文化尔，其实嘛有。你若是要讲囥一个较现实的，伊甲国家安全敢无关系。咱台湾人即摆敢若咧想中文的物件，敢若会听着中文的物件，所以即个迄个叫认知作茧，就是用中文伊足简单，就会当入来你的脑，对，入来你的心，伊会入脑、入心、入户，对无？伊是毋是安尼讲？对吧？啊，所以咱若是卖遐尼干那会对中文遮有感觉的时阵，这其实是嘛是安全的。是，老师。拄则柯教授佫提出讲，吸收新的知识吼，需要英文啊。我的看法是2年之内都不需要。咱即马网就是网页。外文系出身的有够惨的。这网页拢即时的翻译嘛，吼，你试落去就翻译啊。啊，即马以后咱这教科书本身拢会变做电子书嘛。你若变做电子书以后，你嘛是咧试落去就翻译好啊。那需要透过英文来吸收新的知识，不需要嘛。咱即马唯一需要的，你们即个你用 app 处理，这个是逐步的翻译啊，逐步翻译哈。逐步翻译已经成功啊嘛，对唔？那即马出去旅行拢无需要讲用外国语言啊嘛吼。啊，你即马唯一即马需要去克服的，就是同步的翻译。啊，即马同步的翻译，这个软体甲这个总体拢差不多啊。即咱来当预期讲，这科技应该是当改变。所以讲，咱实在无需要去加了解时间来增加英文的学习吼。我举一个例吼，一个例，我捌去这个珠海遐一个国际联合大学。哦，国际联合大学，这个学校是台北北京师大啊，甲浸会大学、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合作的。啊，这全英文的大学啊，你大陆这排名佫真头前的。我捌甲因的这大学3年的学生，吼啊，你开讲，啊，我就问伊讲，啊，你这学习的效果是安怎？啊，这个学生讲，因拢同意啦，吼。这个学生讲，
英文是有小可变较好啦，但是阮学足少的啦。学的物件更少，足少，因为老师讲足慢，吼，讲足简单。啊，尾到大学3年的时候，你学无偌济物件啦，伊家己讲的啊，伊讲伊哇，伊做羡慕迄个伊的伫这中文的中文教书的这个大学里读书的伊的同学，感觉因足幸福的，因学足济的，啊，无像讲咱遐学足少的，这是一个真简单的理由啦，真简单的现象。以后咱来继续来这个足占卜的来推行这个政策的时阵，就变做安尼嘛。咱的学生头壳空空，英语普遍，小可有较好，但是头壳空空。所以讲，咱真侪人咧举这例讲印度的这个 taxi driver 三轮车夫，因英语拢足好的。但是我拢爱甲问一个问题，讲伊是安怎最后去做一个三轮车夫，还是 taxi driver？是毋是学伤济英文，头壳空空？